继续来看台北市联合病院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所有的院区拢来推出着摕药啊倒来输的服务。有需要的民众，只要伫个门口录健保卡，甲药单扫一个，就会当伫个病院外口等药师甲药啊摕互你，速度真紧哦。为录卡到领药啊，平均只要3分钟。 健保卡、药单，病院门口一路，药师就收到通关的笔记，甲调制好药啊，直接摕互民众。时间到4号到10号啊，一定要拿药，这样子不用进去里面啊。领药的时候可以间隔1公尺，这样子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保障。这是北市联合病院所推出的领药得来速，慢性病患只要摕健保卡、甲药单，到北市联医每一个医院门口，每一位病院都会当轻松摕药啊。 每一天大概到我们医院的呢，还有300人来领药，因此我们想说，既然希望他们减少入院，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到户外来领药。在门口领药啊，减少出入病院感染的风险。北市联医嘛鼓励有慢性病的民众，尽量是到社区药局摕药啊，减少去大病院。